好来，乡亲朋友，也困过後啊，轉到福起來咧，呢個節目嘅現場咯，今邊係禮拜二，好是神山線，同鄉親朋友啊，傾下來，來關心我，也買到嘅青菜，所以來啊係呢種嘅嗬，也今邊度小介紹有機哦，韓國係啊清早啊拿到了嘅講帶啲馬嘅，後來提起種認證嘅呢了嘅農場哦，即係呢啊田下北嘅了嘅農場咯，呢一行啊向轉到呢個節目當中，頭先我已經講到啊，好。了解，呢啲農場哦，讓你冇窮落合係消費者哦，你有哪種嘅需求，其實啊為你來良心打造嘅，再來種呢一種嘅啊呢個青菜嗬，所以咯，呢啲嘅現場哦，有多種嘅呢個青菜，唔啲鄉親朋友，你都認識咧有幾多種哦，係從你下一種一種來問咯嗬，一講到了解為消費者良心來打造，即係講為消費者來種特別來種嘅係因為。消費者佢都要貼片講，來讓佢哋要求人用百姓。阿伯來講，像我種嘅時節，其實係我講，那買東西，佢個邊為那不擺通喺呢種嘅樣啦。佢嘅冇誒，為係我種係是清貴兩倉嘅種子本喺呢種嘅樣。係安樣係，所以是提議是係佢那用啊，那本種，提議是係。冇誒，呢時攞去簽兩個改良倉，你下子記得愛買個呢度種啊。人家時間嗰時先嚟冇期限哦，像講你吃到嗬，提一擺要地道講愛種嘅青菜，你吃到當貼片，你當上到嘅青菜係哪種？消費者佢自家要求講愛種嘅菜。從間巴勝啊，巴勝的好，你按到菜巴勝上來係哪種？你比兩位下。有冇有兩種嚇？咩嘅係不㗎啦？後背啲啊？係。好，呢一種嘅嗬，後背啲就係呢個巴勝。講真嘅咧，我提一擺談到呢青菜，迄個下幾老講種巴勝，啊叫那東西本款。做嘅相片。那相片天哦。那相片本來都。而時間你可能有對，嗱韓東改廠嘅關係就好多啊。係啊，所以就自家係簽嘛。係。所以簽家嘅係用嚟做。啊，幾下見用嘅香港我想講，我哋種係用嘅菜。巴勝，你係進口嘅係冇？你係台灣嚟啦。台灣自家種，你係本來品種係台灣嘅。好。係，喺唔同嘅種落地步就要用按照巴勝。哦，要以紅呢嘅韓肉就按照巴勝。所以幾下見睇面種嘅時間呢種很難簽咯，很特別嘅東西嗬。種出來過後一效如何嗎？一係等下。一叫生意賣甜甜，該你下前東伊賣，係像嗰種誒打精力湯嘅店，你下全部拿前多嘅係巴勝。哦，所以呢講到呢個巴勝嘛，你喏來向你做韓國呢，中國後面又係算係講推銷行銷，你就係老人講要你到農場要安樣嘅菜。係，而家在數界都有全部嘅，去到嘅宴客都講你係財前好。你一下你講展售嘅時間係你自家去，也係阿爸咪要去。你一下全部係自家。全部你去，我哋就愛預算你用辦來留人哋嘅消費者做少計咧嗬。好，你提一種嘅巴勝嘛，最近可能鄉親朋友對基本嘅人哋看到呢個節目可能就唔啲啦，我估計咪基本上看到安樣嘅一種，大概做得事嘅青菜，佢做得應講大量嘅精力湯咪做得。拿來做其他嘅料理咯，嗬。佢專門顧腦對腦都唔好。顧腦啦。將呢啲學生記憶唔好，佢記識來啲記憶是加錢好嘅。係樣先好，也是一個巴勝，嗬。而家嗌上蘿蔔又賣，可能咪鹹難賣到。前三年賣，冇好種嗎？好種，做得啦，做得。但是你也冇按個路線人種到唔啲萬人來賣。哦，真嘅呢。也個種到了都青菜也係高質，上班下提起講嘅時，買唔隨時唔啲講買嘅人多嚟位嗬，所以人哋種嘅時節時候有基本嘅考量，要擺種到啊，慢慢就個增加啦嗬。嗰兩個其實係看到嘅現場有一種可以攞當熟食，呢個火燒豬頭皮嗬，熟面嚟啲，蒜頭嚟按做呢個乜嘅好把筍係嗎？全看得到呢一種嘅菜係嗎？有按做乜？白花豬馬魚。白花豬馬魚。你冇擺到賣得青菜都摘得到，你用喺哪來做？市場啲人會賣啥？天冇賣。
青岛因讲，所以你係賣唔到嘅，賣唔到，白花嘅，你平時看到嘅，風花咯，白花。食得，風花未食得，未食得。佢日花全風嘅，啊你是日。你係日花全拍嘅。佢日槍嘅花是拍嘅。你係咪係用喺面種嘅這樣做啊？誒，你是專門講血湯，你都先好。哦，用人老講，啊你是好用人愛，啊你都可以種很容易。按種來是當到人愛啊。所以白花煮馬耳，好，你係咪係啱見會學？話到個眼到面。蘆筍子要嘅菜有人拿落去種嗬。你阿蘆筍冇咧？蘆筍你下冇嘅，一種嘅冇啦，風花係想辦下用嘅。風花蠻便宜。好，你阿會嗌看下用呢一種嘅，你講應啱嚇，從牙齒一樣嘅。葱嗎？葱嗎？我啲要爆嘛個，要肉嗎？你阿得一葱嗎咪係？其實係台灣嘅麼？你係正橋嘅。你也睇啲台灣，當下種解下台灣冇種子，我請貴良廠也冇興喺請喺台北地方嘅農產公司，佢也冇，你留佢講名，佢樣變為填半下啲，填落佢就會填半下啊。所以其實吼，還係有兩個方法，簽得到方法，有辦法種出安樣嘅菜。有名詞，留喺台灣農業嗰種嘅。農產公司講，其實會真橋落去半下。應該講到呢個蕎麥嘅台灣安多啊？呢是專門古木煮嘅。安多種麥嘅兩種係算係。專門古木煮嘅，和腐木煮。反正木煮麥嘅正常。就像安尼講到呢個有道嘅菜係食落肚，哦對，安尼味會下好，對麥嘅。哦，你就用腎啦，吼，用腎，好，你就你最少就找，講到啲三種，所以都全部係消費者，好，所以講到幾天愛種嘅，基本大佬係全部係消費者。所以蕎麥到8%，蕎麥得到人嘅優良獎，要得到優良獎，優良獎係種到當獎也係樣辦？唔係，佢新鮮部嘅記者出希望廣場暫時賣啊，嗬。佢去到看到，叫你買菜全部奇奇怪怪啊！你下嘟報金牌獎、優良食品金牌獎嘅時節，我老愛報啦，老愛報包尾拿，係愛拿去比拼選嘛嗬，拼選看啊！結果8%冇愛拿到金牌獎，8%都係頭先提咗種少嘅，拿到金牌獎，啊你一計拿到優良獎，而家係金牌獎，而家係優良獎，獎全部搬拿起嚟。嗰時黃金片立會嘅頒嘅獎。係樣嗬，所以嗬見到很有當到嘅呢個打燈啦，嗬，全部要來拿到呢兩種就搬拿到。我哋呢個正經當好消費者要需求，你都來種出來要按貼片，嗬，呢個你要。參賽要比賽，喺做啲哪去比賽啊？嗬，你也會喺個看到，你喺當場係應講嘅番薯肉。一種是風番薯肉，風番薯肉因提提因打折是按照補血用。我應講風菜強用咩？錯，風菜嘛，嗬，啲講到嘢都係講到啲嘅風菜啊，嗬，補血嘛，鐵質當高。我啲地方都係營養素嚟講鐵質好高啦。就補血用。啲風色嘅啲嘅番薯入係鐵質高，白色嘅咯。白色因是按照排毒。哦，係樣因，所以兩種正經咪強用喺市面上看唔到嘅咧。市面看唔到啊。好少啦，風色嘅商品下要看到，白色啱要取到。正常因種你當下是該打進的，該生機飲食店那品種本來種不一樣啦。係，好，所以我哋咪係因那品種本，就係咪都種不一樣啦。哦，所以講。你講也服務消費者係一定重要嘅事情。假使嗬，你願意來做嘅時節 ，Andy 也好，就唔是講喺種出來嘅東西，唔係講喺我買嚟去嘅，嗬，呢個係最基本嘅，嗬。從你按到種，呢度呢個市場，或者講你去展售會嘅時節，哪種嘅呢個詢問度會較高？你按到種，差唔多嗌呢樣嘅菜，市場看唔到。做幾講撇回錢冇好賣啊！所以你都會吃到啲嘅起烤烤啦，嗬，東撇撇嗬，是為了門看啊，冇到賣轉去吃看下嚟。提提啲好用嘅人就會買，
地河用的演唱会嘛。地河用的哦，你都晓得讲啊，係嘛？也就教本字先來講。嗰撒下來，我面頭先看到你啊，從草嘅用啊，你係嘛？小麥草。小麥草。你小麥草咪係？我記得從呢我種到。攀啊啲擺度。而家都種奶。做唔得，用熱頭下，也係用熱頭下。攀呢啲擺度咁樣。呢度種添種攀，然後再斷斷種嘢，剪下來。你咪係愛種嘅。一定係種到奶啲擺嘅。哦，一般人都冇下呢種咪種到攀啊啲擺度。你一下呢，人哋你解農場記得係種到你解奶啲擺度。啊，用好種嗎？全冇窮樣是種啦，種奶落種啦，是嚟梅土全冇窮樣。呢種攀嚟，你講冇稀釋冇頭水啊，嗬，是係啲頭那為粉為泡為土，喺呢種奶嘅一甜唔壞，但是時間會下長。比一般嘅人哋種到新會下長加一半以上嘅時間。哦，咁樣種幾久？半年到20年。半張月到20年咧，所以呢。喺普通種攀咧，要1禮拜到10年。就做得咧。喺呢度10年過未會快啲。哦，你一就加入去嘅時間來做。好，你啱就需要講問題嗬，像人哋你嘅有機嘅啲菜啊，嗬，呢個賣轉去當然係日日嗬，人講做得煮，人就拿來煮睇，嗬，也係講料理來食。假使講從一般用呢度啲菜做得標幾多年，喺個用辦來保存下好。冰箱下個1禮拜1天冇問題，喺只冰箱要下開10個月都冇問題。10個月咪係冇問題啦。現在係全冇洗過水。好，冇洗過水。喺呢洗過水是唔代表，我現摘現把它包起嗰樣啦。也就係你講到現摘現包冇洗過水，香港嘅發現呢度嘅菜，所以都都醬嚟嗬，冇乜嘅沖嚟食過。你係係溫濕嘅作用嗎？喺呢道菜沖係冇食，所以打之嚟菜沖係冇食，就冇沖。有風色嚟沖冇食，白色嚟未冇食，就呢道菜沖太冇食，沖冇食。很特別嘅東西嗬，沖全部冇食，人家嘅經濟價錢未當過。係啊，也係好賣。咁像個小麥草半斤嗌賣80塊1斤160塊啊。哦，安樣顯嗬，所以大家要按多嘅啲青菜哦，韓國呢要其他嘅芒錢來燒雞睇嚟，鄉親朋友做得來睇看啊，頭先咪要看到畫面啊，呢啲地度嘅菜，哪種易食，哪種易唔食咯，嗬，你要加下陣個技術來，留大家來做燒雞先到，兩位要來聊下。